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这，就是这个所在。来，今日要摕宝藏，你有信心吗？哦，你有信心吗？哦，你有较细声，搁一个，你有信心吗？哦，好啦，等一下，大家拢爱讲台语，啊，袂晓讲嘛袂要紧，等一下，迄现实甲石门神拢会甲咱教，啊，好啊表现哦，石门神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打开智慧，爱做智慧之神。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好。我要甲这个队长讲一下，你真正愈来愈厉害啊！哈？因为今仔日的小朋友哦，真正拢是歌手中的歌手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有这个上介的兴趣。小朋友来讲一下，你每一个人有啥物兴趣？画图甲踢脚球，画图甲踢骹球哦，好。嘉义，写字哦，毛笔字是无？唔是作文，作文哦，嘛真厉害。我甲伊有运动，什么运动？招标，招标。好，我甲伊画图，安尼哦，大家的兴趣拢非常好，希望大家咯，拢会当欢喜讲台语，安尼会当摕到宝藏。你讲好不好？安尼，今麦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中立美国队，Super！小朋友，来到这个所在哦，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宪成啦。宪成，啊，你是咧创啥？蔡曼队长，嘿，讲实在啊，咱台湾实在太侪好食好料的啦。啊，我唔知要食啥啦，敢能啊老我斗算者、斗紧者。唔知要食啥哦？你敢有足够食的？我看你应该足够食的哦。你食到这尔落卡，你平常是食几碗饭？哦，一碗啊。哦，是维持了真好，真悬。咱台湾好食的料理，恁敢会当甲我推荐一下啊？地瓜，米干。米瓜。恁讲这米干是毋是甲咱食的粿啊有淡薄仔像？有一点仔，有点仔像，爱用大骨汤。无共款的味道，但是有一点仔有一点仔像对不对？对啦，米干应该会当讲是咱咧芬兰、缅甸遐传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拢最爱食的，啊，就变中立一个特色的料理就对。平常时敢有咧讲台语？新安，新安啦，平常时有咧讲，拢甲谁讲较济？阿公阿嬷，平常时等咧厝的拢会讲。转去厝内面的时阵，有时阵着讲台语，讲我转来啊。哦，安尼哦，爸妈，我转来。对，这马上。爸妈食饭，爸妈我去便所。好，我去困啊。啊，我去困。你等只简单的事开始讲嘛。啊，恁敢有伫咧生活当中就加减讲一寡台语？所以恁今仔日才会代表学校来这参加，应该拢是真厉害的。马上来进行第一关哦。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今仔日咱同来囡仔遐囡仔仔，算是第一届来到这，对唔对？对，会当讲是有淡薄紧张，不要紧，咱互家己的表情小可甲放互较轻松的。我来出一寡情景，啊，恁若是听到这个情景，啊，恁会做啥物表情？好无？咱做伙做，开始。今仔日出门的时阵，门开去，捡到100块。
嘿，对对，欢喜，很欢喜吧？主流你捡到字无欢喜哦，捡到字是咪最欢喜的？应该是会吧？吼，好来，啊，毋过捡风吹去，忽然间学到下考试竟然无及格。主流是啊无及格，你哪会笑到这欢喜？有定定无及格吗？无，应该拢及格啊。有。好啊，即摆来哦，听好清楚哦。发现无及格考试单啊，毋是你的。哦。对对对，哦，较轻松无？无，赶紧。准备第一关啊！好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好，较头前的哦，开始啊，开始啊。好，伊爱先着，哎呦，无对，来后一个，后一位，无啊啦，你搁等摕二尾哦。好，欢心，放心，嘿，好，加油，主流加油，哎，看这对惊，对，对惊，嘿对，无唔对，加油加油，更小灯手气，水啦，见小灯秀气，哎呦，喂，好，pass，来后一位，加油加油，有球，嘿对，要求，加油哦，主流加油哦。起无歹，起毛麦，真好真好，起毛麦，掠公，你阿公哦，搞搞，我过，你别甲你甲，哎，干满足哦，满足，对，惊吓，水哦，哦，这就厉害哦，惊吓，哎呦，哦，这个新的对，心花开，心花开无唔对，定袂着顶，定就无好啊，定袂着顶，啥？我好，唔知无紧，你甲你甲。困开，混开弄唔对，哎呀，主流厉害哦，主流加油！来，新安甲新流，加油加油！蛋，好，对，心爽，嘿，心爽，无唔对，题目是真好，心爽，无对，时间要到，加油！欢喜水啦，厉害，甲拼出来哦！过来，过一尾，咽气，无唔对，够有，甘心无唔对，水。哎呦，真牛哦！来，全部来到这。到底头先倒几题无讲到？头前有一个所在叫做胆，胆就是说我惊，爱闭嘴合起来，咱做伙念一解，胆。嘿，胆就是我惊这个意思。好，啊，搁有什么袂着顶？惊嘿，惊都袂着顶啊！你头先若讲定袂着顶就无好，你定拢无着顶。啊，你心情足歹哦。心情足歹，足有罪啊！会足有罪对不对？啊，咱的台语拼音头先无念出来，就是有罪。啊，有罪的时阵，有当时有罪过头的安怎？艰苦，拢是伫台语拼音这个部分。咱即摆来看嘛，你拢总着着1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耶！好，真牛哦！第二关，敢有信心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卡！台语上练档，咱啊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步落来进前，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好，来到这个关卡，体力就足重要的哦。好，哦，主流你是真有运动哦，是哪一个部分？跳管，电竞内面的跳管。真厉你通害。跳偌悬？你敢有家己的记录143公分， 143。哎，跳过是你的新冠吗？现在哎，小心，该用拍无去，该用无去。啊，我等去，什么143？迄是我国小6年的新冠。哦，你跳143，啊，算是恁学校内面算真厉害哦。
前几名就对了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前几名哇哎呦，啊，主流你敢有介意什么运动？跑步。哦，走标，招标，哇，招就可以100公了。尺，走几秒17秒。 17秒，会嘛真紧哦。算紧哦。虽然咱脚无你边仔的主流长，啊，毋过吼，咱有当时喺落脚底底嘛走真紧，因为我嘛走真紧，这种非常爱上体力的。好好啊问尽量有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加油！遐有警察，是几个所在？警察队3-2，警察队，警察所，警察所，派出哎，所，对，水哦。好，一个两个2-2，嘿，是警官会警官，起咧客啥？机啥物时阵会用到？伊讲啥物时阵会用到啦？ pass。pass。太难啦！弯尾过马路，几个你先讲。两个的时阵，阮会用到。起有楼梯，有过马路会用到有楼梯，过楼梯。天桥水啦，天桥啦。好好的，好过日，好，阮买物件，米好，买物件，好好。好，什么时阵会买物件？上课弯 U，弯 U 弯 U，会对。弯 U 会， 2个字，写字的时阵会用到。验笔，对。水啦，哎呦，加油哦！车顶管的物件是两个字，车顶管物件。车的顶管。伊讲啥物色？黑色，黑色车，甲车有关系。连啊，哎呦，对，主流对啊，哦，这个好有的呢。有水，哦，讲对，唔对，pass。我啊，你两个那愈是一个运动，愈白愈好。走上2字，唔对。不是，会当 pass 两点吗？ pass 来。是一几个字？3字。第啥物？嘿，第啥物所在？讲第啥物所在啦？什么所在有？啥物所在有啊？去咧！好笑。我就艰苦的。袂使爱讲笑，伊已经体力真好啊，已经真努力。咱来看卖因钓到几块现啊个。哦，咱做伙来学习者，有忝哦，心眼，流汗哦，有一点仔忝尔。有一点仔忝尔哦。而且哦，心眼一直爬加面胸骨边，一直就我。你两个又弄这会啊？请问者，你是无尾鉗哦？无尾鉗哦，好像哦。咱先来讲无尾鉗，我有这个题目，无尾鉗咩形容？头先你是要讲啥？讲袂出来，嘉宾。你伫咧乌白出你是来。是要乌啥？色甲白色诶，乌色甲白色，还是团团跟圆圆？你讲的是无共款的哦。灰色，应该是朴色的啦，哦，灰色嘿啦的，肤色的。伊迄伫澳洲啊，嘿伊主要大概所在澳洲，爱找树仔毛，树仔毛的，啊就爱困的。嘿，第二恁拍死的是啥？这较难啦。因啊，因啊，什么时阵用到？有问讲什么时阵用到？对，什么时阵？什么时阵？因恁可能囡仔较少用因啊。哎呦，标准哦。这一定要念无清楚哦。你知影有这差别伫倒？一个是囡仔，一个是嘿，一个是囡仔，一个是囡仔。音啊，对，有一个歌的音那个喉咙音，对不对？哪有歌的音嘛，音对对，有听出来哦。嘿啊，囡仔甲因啊，啊真正咱囡仔较少用因啊。来，大人讲者，大人讲者。结婚的时阵，结婚，结婚。啊，结婚甲离婚的时候，离婚去有叫。哦，对，记起来哦，记起来哦。啊，还有未来恁登票的时阵，哦，对啊。登票的时阵，好，咱搁继续看。天桥天这讲了就好诶。过马路的时阵用到，啊，搁讲啥？你有讲什么线索？爬楼梯，爱爬楼梯。大部分是毋是拢主流摇出来？
差不多。你是听到一寡字了，随去想到就对了。咱来看卖恁钓到几题？好，拢总钓到5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袂歹啊啦，即摆有一个半个金箍箍，上尾关加油，甲一个摕起来，好唔好？好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共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好，已经来到咱今仔日上尾关啊。伫咧开始进前，听讲咱有一位对汽车特别有兴趣的是倒一位？是我。是你哦。安那特别介意车？就是细汉的时阵，看到马路顶悬有车咧走，就叫想要了解伊的牌子着。哦，安尼我甲你考一下，你敢知影？咱要安怎讲免落车，就知影讲油桶要对倒一边加？就是迄个仪表板顶悬有对。汽油桶，伊汽油桶的迄个一个马库伫遐啊，看倒位？箭头，箭头。箭头。哦，安尼伊内行破我声喙者，伊真正有了解。伊就看讲箭头是指倒一个方向，就是伫倒一边。好无，搁问另外一题，高速公路上悬的限速，甲上低限速是用什么色水来表示？红加蓝色。哪色？破我声喙者，真的知道，真正知影。哦，所以你看，自细汉就介意车，啊对马路的所有的情景，拢非常有兴趣，啊豆豆安尼看，豆豆学。好，上尾关啊，有信心无？有。拢分配好哦。好。好来，就位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开始。用叮当啊。哦，银仔唱赢。来，会去草皮啊，你对。呀，你害一个飞过啊！你莫拍油啊，哦，哇，那遮准。好，来开始做句。今仔日若是落雨，有可能袂使去佚佗。对，来继续。后一只后尾互狗仔转来伊的。狗仔收啊！狗仔厝。恁动作足紧的咧，嘿，不是边角厝哦，那是徛鹅的厝哦。较紧嘞，嘿，豆豆甲下边去。好，来。哎呦！过来。讨厌。来，过来一次啊，过较边去的，嘿，较边去的。哎呦，我。哇，这真正歹下的。轻啊，伊就不去啊。哎呀，讨厌，安尼有吗？阿伯。哎呀！从今嘛，身躯爱要去一半。来哦，即摆分半，卡掉的哦。好，哇，一只，伊就对面边去啊咧。好。哦，换徛鹅啊，徛鹅的头较细啦。好，看卖有机会无？较紧的哦。手安尼较大。有。好，来。我感觉你那一个慢慢来。慢慢来，莫着急。好，有。好。来。咱伫外台等火车。水啦，来继续，甲狗仔讲下边去。好。来。咱伫外台等火车。水啦，来继续，甲狗仔讲下边去。好。轻嘞吼，咱甲上尾第一个甲讲我对了好。你那分开挨个啦。加油！开始拍高！好，耍，无啊，袂有啊。来，小朋友们，一切拢袂有啊。来，咱伫咧门内面的2位小朋友，咱嘛做伙出来。第一题，头先恁看有可能，头先你是安怎讲？今仔日若是落雨，有可能袂使佚佗。袂使出去佚佗，因为有当时雨伤大，无方便，有可能，有真济有可能。嘿。啊，咱主流你感觉有可能，佮通安那做句？你安尼做有可能去互掠器官。掠器官？是安怎？你感觉伊讲你安尼做有可能去用掠器官，伊安怎做？对啊。甲人掠去。你安尼甲人掠去，你可能用掠器官，这是绝对。不是有可能
啦。有可能伊走去，啊，袂使，警察爱家掠倒来，已经家掠倒来。好，安尼有可能过关。对。咱来看后一题是月台火车嘉宾。有看有其他的想法无？火车伫月台等我。哇，你吃大尾呢？火车等伊哦。火车是因兜的。对啊，咱看卖后一题啦。后一题你虽然你无这个机会讲到，咱来练习一下。好啊。唔管安怎，拢安那。想要试看卖？指流，你试看卖者。不管今仔日有落雨，也是无落雨，我拢爱去上课。伊讲起来心情就歹。上课像心情好。你看，上课。无，队长，换你来试一下。不管我偌大颗，我都要食鸡排。好。你不管系我你。我生做官也是A，我拢真有自信。哦，安尼是。安尼会用，安尼会用。好，安大家拢过关啦。啊，不过我看卖恁钓到几题，钓到2题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好，2个金箍箍，上起码有2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现来教。2个金箍箍，2届的机会，想要先选倒一个动物，恁讨论一下。对。长尾山羊哦。长尾山羊。对。那大家拢只爱长尾山羊。进前拢是选石虎较济。最近拢长尾山羊。长尾山羊。是安那想要选伊？就是伊伫个台湾有名。台湾最有名，因为长尾山羊啊，台湾蓝雀，另外一个迄个讲法是无？所以确定，为第有2个金箍箍，第一个要选落伊。对。好，安尼请手放伫遐。轻轻啊哦。请起来。啊！哎呀！哇！长尾山羊啊！得奖啊！颁奖！那是准啊！我惊一个呢。免惊一条，你不就来啊？恭喜恁得到台式的倒椅，介绍者。这就是会当拿熟悉着台湾好食的物件。好食的物件。夜市也会出现呢。哇，对啊，恁中立夜市其实介侪好食的咧，一人推荐一项。嘿，夜市啊上介食。夜市啊上介食。臭豆腐。臭豆腐。我介。主流咧。主流。蚵仔煎。蚵仔煎。我主流。赶快改叫我做。蚵仔煎。介绍蚵仔煎。麻辣米粉。麻辣米粉。挑的米粉就对啊。米粉。啊，地瓜球。你也是地瓜球。地球比下骹遐。哎，米中瓜。中立夜市的。对。因拄则介绍米瓜，敢有伫咧夜市啊卖？迄是早市的款哦，早市。你叫你早市较济。红文市啊嘛有。啊，你有讲到？我上介意嘛是迄个地瓜球。嘿啦，咱食个敢若球共款，我记咱欢喜食欢喜讲，就像像今仔日非常厉害，才我就摕到咱的礼物，这赞的咧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台语，多谢，再会。谁呀？谁呀？